这时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感谢你赏赐大稳定，就伫阮的中间，呼召因操阮真做你的家己有福气福分，会当学习，搁较亲来敬拜你。愿信心做工开阮的心、阮的目睭、阮的耳孔，真实来领受你的话语，照你的旨意来行，伫你的面前，恩现就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难得圣经十只底吼，即群书咧，即篇章也是读了啊。我相信，这个圣经十是咱所真实的有听过吼。然后到伫准备的时阵，哇，实在是吼，今日有可能是我讲道以来会讲上久的一届，吼，真趣味。早起时我嘛甲主道长老拍招呼讲，这圣经十足关键的，吼，咱所以。有可能爱自行好好来听一下、想一下吼，真有意思的。毋知你若是听到福音，你会想到啥？我爱先唱歌互恁听。自细汉吼，天韵合唱团听过吗？会唱吗？福音就是好消息，传给街坊和邻里，传说耶稣的事迹。信而得就有福气。好，后面没了。其实我细汉时阵听歌词啊，我想讲信而得，结果是信而得救有福气啦。想一下，伫我到即阵，我感觉传过福音，敢有？咱有传什么款的福音？咱去传福音，迄内容是什么啊？咱今才会当真紧来想一下，福音是咧讲啥？福音的内容有可能会当安尼来形容，就是耶稣伊传讲上帝国的信息，对伊所行的生涯，甲伊本身受死过活，这所有的事实，以及人仰望伊会搁再来，这个仰望，这就是福音的内容啊。所以刚才有时咱会甲人分享吼，你来信耶稣，信耶稣足好诶，上帝有慈悲怜悯，对，拢有。然后到伫咱今日圣经十等下，阁会讨论到关于关系基这项代志。好，咱先做伙来读第一章第16节头前一句话，请我无看福音做见效。好，安尼就好，见效。咱减捌因为什么代志感觉见效？敢有？刚才有吼？因为讲保罗太会将见效这个观念甲福音讲做伙啊。我无看福音做见效，咱会当理解做就是初代教会因的信仰告别，就亲像咱会读四道圣经对吧？我信。讲真侪咱信的内容吼，当然咱爱先反省一下。我伫读四道圣经的时阵，我敢有相信遮个？遐个甲我的性命敢有关系？还是只有礼拜中因为要读，咱大家就是足大声做伙来读，甚至免看咱会晓背啊吼。要毋过遐个内容是我所相信的，咱所见证的吗？伫迄时罗马。希腊的社会有一种观念，叫做阴爻，或者讲阴光、见效，这个想法，迄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哦。什么会互人看做是阴爻的代志？咱用细小眼光来看吼，真简单，有自在啦，足朴有诶，有好的名声，或者是我有一个权力。我有一寡能力，或者是我有智慧、有口才，是吼，安尼会当互人看做是荣耀的代志吼。那么仰望咱的囝儿，有好的成就，拢是迄个方向吼。若无咧，就是互人感觉见效。若是有遐个名声、钱财、智慧，遮个就是互人感觉阳光的。若无就是见效的。
佫有一种情形，就是若是甲迄个社会认为较无的，或者是无阳光的人、代志、甲物件有一寡关系，嘛是互人看做是见笑的。为虾米爱安尼说明？因为咱需要倒转来看福音的内容。头前有先讲者吼，福音真关键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被钉伫十字架顶受死、埋葬、搁活嘛吼。然后十字架呢，咱检测，咱兄弟敢有人即摆身躯有挂十字架的破链有无？有诶有吼，足水诶嘛吼。要毋过，迄个时代看十字架是见笑的记号啊！为虾米？代表罪恶，代表无阳光的，迄犯大罪的人才会被钉伫十字架呢。所以，就是因为安尼，规个社会价值观，现在就人看福音做见笑。要毋过，保罗讲：“我无看福音做见笑。”对保罗来讲，有一套吼，甲迄个时代无共款的社会价值观。咱会当讲，伊是用福音宣告来做基础。刚才保罗就仰望，听到伊的信息人，会当照着伊的模样，迄个新的价值观，是迄个时代虽然看是假是见笑，也毋过伊无。伊知影这是阳光的代志。咱搁做伙来读罗马书16章的圣经十册，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。和合本讲吼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。伊内文是安尼翻译讲，因为是上帝的大能力。上帝大能力是啥物？咱刚才一群想着足侪。要讲，因为即马咱伫读罗马书吼，所以咱需要倒转来到罗马书较头前的1章第4节，有讲起耶稣，互人对死，搁我迄个大开啦、大能力。所以咱就搁倒转来看迄个阳光甲见笑的迄个社会价值观。耶稣有互人对死哩，搁我会开啦，安尼是甚物款的代志？是阳光的代志，是荣耀的代志。保罗伫遮要讲啥？福音是上帝大有快乐的能力，是伫咱社会世界中间，因为伊会过来对无？最后审判的时阵，若是信靠伊的人会得救呢，免受一切的刑罚呢。福音是福音的原因，是伊的内容，主要就是爱看耶稣基督。继续读16后一句，请被拯救所有信的人，大信犹太人，后来外邦人。这个救吼，希腊文是拯救，就是得救或者是救恩的意思。若是有人会当救别人脱离一个危险的情形，嘛是真了不起的代志。所以，当耶稣在拯救的时阵，哇，嘛是会当互人阳光的，迄是荣耀的，会当互人看口的。然后才讲要拯救所有信的人，就是每一个福音是上帝大能力，只要接受伊信息的人，对因拢是有功效的啦，拢会当互因得救啊。每一个。全部只要相信，无有分别。听到安尼信息，真安慰吼，因为我有信嘛吼。也毋过，若是遐个拒绝毋肯来相信的，就袂当得救。后来外邦人，其实和合本是直接翻译说，后来是希腊人。这个外邦人就是未信的，这个。上帝福音是为着所有的人，万国万民。其实1章第50章讲起遐样代志吼，然后有讲到大兴，搁讲起后来
咱需要会记是，这是次序的问题。即边先，因为福音是对犹太人开写嘛，上帝先拣选伊，啊，毋是讲什么人较要紧，较无要紧。所以大先犹太人后来是所有外邦人。咱搁来看17节的头一节，请。因为即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，启示是啥物款的意思啊？启示就是将遐个原体人毋知影的，或者是互稳重起来的代志，会当显明出来。咱看遮个圣经者吼，安尼看安尼看，其实嘛，甲咱讲一项代志，就是其实将上帝义启示出来，是上帝伊本身啦。咱若是认真来看罗马书吼，其实安尼读，敢若读有，敢若佫读无。伊这个书吼，伫罗马书出现34摆。咱正常有惯势吼，最重要讲3届吼，才讲34届。然后若是讲起上帝义，佫有8届，这第1届。咱需要知影吼，迄文字会慢慢发展，安尼慢慢转变，发展到后来是指规个宇宙的运行，甲社会生活需要遵行的一寡准则。什么是伊的？所以即个书吼，我惊我的台语讲了恁读无，所以写伫遮。甲正义啊、审判、刑法、保障。职责、义务、信息、忠诚，拢有关系的。所以咱若是讲着上帝义，哇，遮侪安尼是要安怎想、安怎理解啊？较趣味的是，我的母语毋是台语，恁拢知啦吼。所以我拢讲我的台语有乌配词腔，腔到是乌配词腔。要毋过，每一个文化。所讲的话、用的词，拢有因的背景，会当理解我的意思吼。譬如讲，我有时丁打，我有听过，要毋过我就一直意会，我也不确定我到底知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。类似安尼，要毋过无共的时代，讲一个词的时阵，到这个时代，佫小可转变。咱即摆用台语来理解这段圣经咋？要毋过，咱在看字的时阵，需要倒转来看迄个时代的犹太人。因有机会听到信息的时阵，甲70世一本会理解，咱需要连做伙。吼，讲遮侪就是讲，咱看这吼，毋若只有看遮的。若是即个字吼，对以色列人会当理解的方法，即个字有上帝公义的字。甲上帝主该的义有关系。咱若是讲到义一困真紧，上帝公义拢会想到啥？上帝审判嘛，对无？应该是安尼啦吼。我若是无先写，其实我原底有做那个动画，有的字不要太快放出来，结果消失了，所以咱拢先看到，不要紧。若是无讲主该义，袂解释之前，完全袂想到。要毋过，咱就先倒转来到咱较熟的部分吼。那讲到上帝公义，一方面咱会当真紧理解，就是上帝有家己本性，伊就是公义的上帝的部分。所以，行好上帝的赐福嘛，信靠伊的人伊赐福。若是离开伊远远，伊有可能有刑罚，对吧？好，然后。检测上帝公义的义，咱嘛会当了解做上帝公义的原则，甲符合上帝公义原则才会律法。好，搁有，若是讲起上帝公义的义，咱搁要想另外一项代志，就是咱人是毋是有行合伫上帝公义原则的所行所做？先听一下，敢会讲伤紧？听有无？了解啊！今日周报吼，第一届拄着即项代志，迄圣经才有够短，
迄问题分享啥足侪诶。公义的义，搁讲一解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上帝家己公义的本性，他会赏善罚恶。然后搁有上帝公义的原则，甲形容上帝公义才会律法。以及人是毋是有符合上帝公义原则的所行所做？好，这是咱较切的部分。要毋过上帝主爱的义是啥？主爱义，它有啥物关系？在记34章的第7节，希舍即个希伯来文吼，有使用罗马书咱今日读到即个字的希腊文。咱中文看拢是共款的字啦，要毋过咱若是看原文吼，迄用的字生做共款，就是有关系啦。迄翻译用的字无共，迄就要另外解说吼。要毋过就是在记34章第7节，用咱今日看到即个字的部分，遮个翻译真少。要毋过，若是咱倒转来，我无拍出来，要毋过我直接讲，你应该有印象吼。在记34章第60到第7节，讲到啥？讲咱的耶和华上帝是有灵敏、有稳定的上帝，伊无快快受气。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息，有听过吼？好，就是咯。然后上帝安怎会赦免罪过、过失甲罪恶，决断无掠有罪的做无罪。所以出来记34章讲到的信息是安尼，哇！咱的上帝是有慈爱的义的上帝啦。虽然伊是公义的，也毋过伊阁有慈悲灵敏。也下面，所以倒转来，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。伫今日咱读到罗马书第1章17节，讲到这个义，较偏向上帝主家的义的部分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因为上帝的信息的遵守来执行伊对犹太人的应允。然后用公义的原则来对待犹太人甲所有的外邦人。好，感觉遮休一下吼。我甲护理牧师讲笑讲吼，这2集虽然足短，信息量太大，毋知讲了大家会记起啥。不要紧，因为福音就是咱心内底吼。好，咱继续来看。17节对头开始讲是讲啥？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义，这个义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。大段这篇长老甲我讲，今日讲题吼，伊袂晓用台语读，我嘛袂晓用台语写，因为毋知要安怎写好。好啊，不能讲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就是今日讲题吼。这个字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的。伫宗教改革的时阵，咱讲到信，拢讲因信称义，对无？真实的观念吼。要毋过中文讲信的讲到啥？有可能是信实啊、信心、信用呢，对无？因信称义，后来咱现代中译本甲现代台语拢翻做啥？人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，对无？好，咱若是较侪读现代中译本，才会知影这样代志。因信称义，这个信是介要紧，嘛要记伫心内底。也毋过，毋若只有咱过去所想象知影，因为信咱会当互上帝称做义，安尼义。这个信有可能是信息、信心、信用。好，这简单的有写伫咱的问题讨论内底，吼，咱转去当搁看一下、想一下吼。所以通过信，这个信本于信，有可能是耶稣基督的信息。耶稣基督所行信息的代志是啥？伊信息的完成上帝所交代伊的任务，最后
必定伫世界顶受死高挂。好，这个通过信嘛，有可能就是咱足实的，当伫做这样代志，就是人对基督的信仰或者是信心。我相信这咱拢就上少的拢有吼。然后对罗马书头前规个保罗信息中间，阁有一项就是甲阿伯拉罕同款的信心啦。哦，然后第四种就是顶头的拢有啦。吼，听到遮，阁清楚吼。好，所以继续来看，下一页。既然耶稣基督是信实的，咱知影咧。然后我咧，我是毋是也嘛有相信，嘛愿意违信？这是要紧的代志哦。毋是咱听听啊，迄道理就好，就水，甲我无关系，我着照我想要做的来做。毋是安尼，我有相信无？我愿意违信无？然后第二种讲法，就是出对信心结束伫违信。什么叫做违信？今日无法有继续讲啊，留互咱想一下。第三项，阿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款的信心？广告一下，今年下季下校其中一个主题，今年主题就是信心，其中一个部分就要讲阿伯拉罕吼。所以厝内有孙仔啊、囝儿啊、小孩的，拢叫因来参加。厝边头尾有诶拢来吼。要么讲，咱回想一下，因为阿伯拉罕是咱足熟的圣经人物吼。咱进前创世记遮读了嘛吼，应该阁有一寡印象。亲像阿伯拉罕信心共款，咱会当带来对耶稣基督的相信甲威信。第四项，处对上帝的信息，然后咱嘛来学习阿伯拉罕的信心，会当带来咱人对上帝的威信。然后第五项，因为迄个文学的写作吼，咱会当来推论。这就是一种对信心到信心咱成长的力量。所以通过信，咱会当想的代志足多呢。要紧的是，咱相信上帝到即阵，咱会当做啥物？咱有做啥物？咱有相信无？应该有啦吼。啊无嘛袂来礼拜吼。要毋过迄个微信呢？伫台湾教会140年以来，咱怎样来相信？怎样来传扬上帝的福音？伫咱中间，怎样来见证上帝的疼？怎样宣扬福音啊？亲爱兄弟，好，继续来读圣经章。第17章啊，只要读上面和合本那个就先不要读，请。照圣经所记载，记的人鬼对信来话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哈，照圣经记载，这有偷偷写，所以出地对。哈是什么的简写？哈巴谷。我怕我台语念了你们听不懂哈。哈巴谷书2章4节。其实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义人将本出对伊的信来得到生活。所以，若是照原文来看吼，和合本的翻译本于信，才阁出现啊。好，怎样来画啦？咱即摆拢画地吼。有人伫遮无？咱即马拢活地吼，也毋过咱是怎样来生活的啊？咱是毋是有真实的生命活地，然后会当活出咱信仰所得到所有一切应该有的生活？好像是有口令啊，阁是讲一解。咱是毋是有真实的生命？是上帝所创造照伊的形象，照伊的形象创造迄个美好的模样。
来生活。然后，搁爱想的是，我要活出怎样的生活？讲较简单啦，哇，就是另外一件代志吼。要毋过，咱囝毋是会当彼此勉励，咱做伙来学习。哈巴谷会记载，则讲吼，要出对伊的信吼，即个伊就是指义人嘛吼。即个信嘛，会当有两种的理解吼。第一种就是人对上帝信靠，或者是人信实来遵守上帝命令。啊，第二种的理解就是上帝伊家己的信实。我头拄有讲吼，伊的吼，啊，搁我的吼。保罗伫讲即句话的时阵，有省略关系伊的甲我的部分，就是互咱会当专注伫通过信、通过伊。所以咱想的时阵，就可能就是人的信心，或者是信息，嘛有可能是指上帝或者是基督的信息。要毋过，搁较有可能就是两种拢包含在内。所以，义对犹太教来讲，真简单，就是爱有符合上帝要求的所行所做。上帝要求的是啥？咱刚才一群会当念真侪吼，譬如讲神的诫命啊，迄个观念咱敢毋知？知吼？啊，义人咧，因为义是有符合上帝要求的所行所做，所以遮讲起的义人，就是所行所做有符合上帝要求的人啦。好，大家会知吼？所以，遮讲起的义人是所行所做有符合上帝要求啊。过去咱讲精神清义，即马讲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合一的关系是啥？上帝要求是啥？咱就照得做，换出来。虽然刚才咱无爱，迄毋是咱本性敢若会当做会到的。要毋过咱学习照上帝伊所甲咱讲的，伊的诫命类似安尼。咱来做，伊个人会对性来活。确实有影，咱即摆真正是活地吼。要毋过，咱是毋是有行做义个人？就是照上帝要求来行来做。好，咱倒转来好好来想一下，我有得到福音无？有无？我之前就讲，我讲到拢总爱问问题吼，互大家回应一下，惊困去吼。若是即阵爱我讲一个福音的内容，咱敢讲会出来？咱怎样来理解、信靠、活出来？上帝教是我相信，咱信主侪年的，拢一群拢有物件会走出来，无问题。要毋过要紧的是，咱怎样来活？好好看一下，好，互大家小运动一下，头小看一下边仔人，紧嘞，即摆看一下，欣赏一下，看伊偌水的。我认真诶，来紧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哦，若是你。回头来看一下你身躯边仔的兄弟，伊的性命是天现上帝慈悲怜悯，上帝公义吗？还是会当理解我的意思吼？咱共伫桃园教会内底，咱是怎样来活出福音啦？毋是讲每一个人哦，拢爱装作哇，拢足好诶，毋是安尼啦。咱会当照咱诶现况继续来活，也毋过是上帝爱咱所行所做方向来做。
我是毋是会看福音做见效？还是掠耶稣基督受顶，搁我做荧光啊？上帝伊有公义的义，甲慈爱的义，是遮尔啊丰富。我是毋是只有偏向一边，另外一边拢袂记起啊？耶稣基督的信息，依照上帝旨意来完成伊的计划。咱人对上帝有信心，有，但有信仰的生命生活。然后咧，讲想一下阿伯拉罕的信心，有甲伊共款无？还是阿伯拉罕故事足水的，足适合讲互细囝听的，然后据点。真正较要紧的就是，咱是毋是真正愿意相信甲委信？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，足困难的啦。道理拢知啦，毋过要安怎做？求上帝加添咱气力，互咱会当有真实的生命来生活。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感谢你赏赐大恩典，愿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心情管的有限。有可能过去我已经累积真侪信仰的知识伫我头壳内，毋过阮却较欠缺，就是爱挖出来。求信心帮助，互我会当先对福音我更较深会真捌，互阮愿意挖出。有符合上帝要求的所行所做，帮助阮真正真做见证你福音、你大鼎堂的信仰团体，伫你的面前，而你就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